人生總有高低潮，有可以浪擲嘅東西，亦都要有珍惜嘅體驗同埋人生。我李宇陽會喺我嘅節目《與友同行》入邊，與我一眾嘅好友同大家分享佢哋嘅私人時間，平時點樣去面對壓力，更加咧係會將關愛同埋 I care 嘅信息咧係傳播俾大家嘅。我哋今集《與友同行》嘅節目係請咗周子陽同埋思雅呢兩位嘉賓上嚟做訪問嘅。大家好， Hello， 大家好。所以而家每日做嘢都好 enjoy 自己生活啦，希望將我自己嘅正能量同埋開心可以帶俾觀眾。即係已經好中意小朋友啦，因為佢哋好天真啦。即係你由細到大已經係充滿住母愛。我唔知係咪母愛咧，但係我一見到佢哋嘅樣咧，佢哋個樣好，佢哋好簡單啊！佢哋真係想要乜就要乜，佢哋唔開心就唔開心就喊，如果開心就笑，即係佢哋個世界係好簡單，係好純真咁樣。但係我一見到啲小朋友好活躍、好開心嘅時候，我就會諗。咁我自己唔開心啫，我冇理由因為我唔開心影響到佢嘅心情噶嘛。即係如果佢感覺到，因為其實小朋友係會可能好容易就會感覺到身邊嘅人，係啊，即係佢哋聽到你把聲有少少唔同，佢就可能會已經知道，哎呀你好似唔開心喎。即係自己可能跑步啦，跑步就會覺得一出汗就抒發晒啲唔開心、負能量全部流走晒咁樣啦，或者係食甜品啦。咁你個人都好正面喎，真係。其實我個人都比較樂觀㗎，係啊。佢話瓊藝人都係一個普通人，即係佢覺得最緊要做翻自己，同埋 enjoy 同埋充實到你自己想做嘅嘢，你係對得住自己已經 OK 嘅啦。咁就唔好即係諗得太唔開心，因為呢個世界總有中意你唔中意你嘅人，咁實會個個都有唔同嘅眼光去望你噶嘛。最緊要你自己係努力工作嘅話，咁我就覺得冇嘢，即係冇嘢係解決唔到咯。有個肯定，即係原來有人係認同我嘅音樂啊，認同我唱歌啊，咁係嗰刻嗰種開心係唔知點樣認，即係有啲獎可能你覺得好容易攞，你就覺得唔珍惜，但係對於我嚟講呢個獎好緊要咯，所以我唔係話好刻意想攞，但係嗰個心係感激嘅心喺裏邊咯。咁除咗呢樣，我希望可以做多啲譬如慈善嘅活動啊，可以宣揚多啲正能量咯。好似我上年做童軍啊。或者係一啲禁毒啊，或者而家我幫東華三院做呢啲，我覺得好有意義咯。即係除咗做音樂之外，仲可以帶多啲正面嘅能量。咁你要上多啲我哋 radio 啊！一定啦，當然啦，一定啦。多啲同啲 fans 分享自己嘅知識啊，譬如好似點樣可以正面啲去面對一啲困難嘅時候啦，或者正面啲去點樣去面對一啲壓力啦，咁可以聽下東華三院一啲節目啦，譬如好似瞓唔着嘅時候啦，因為其實我自己都好有呢個問題，即係成日都瞓唔着，咁就可以聽下佢哋嘅節目啦，去教人點樣去即係面對失眠啊，點樣去解決呢一個問題。我覺得平時我都會以前就試過做義工啦，去探訪老人啊，睇下啲小朋友，即係教佢哋做功課嘅。但係我覺得其實最直接可以關心下自己屋企嘅老人家先咯，即係譬如我爺爺嫲嫲，我而家工作咁忙，咪抽多啲時間去關心老人家，陪佢哋食飯咧。分開只因開始得不顧後果。並沒有想過以後怎背負很多期望。即係可能有啲朋友講3個鐘，我就拎住個電話3個鐘喺度聽佢講。會唔會已經係成為咗你啲朋友之間嘅思雅婦人時候啦？你打電話嚟分享下啦。又唔會嘅，其實即係佢哋會覺得。我通常都會俾一啲可能好中肯嘅意見佢哋咯，咁所以佢哋都好中意同我分享一啲問題啊，或者係遇到嘅困難咁樣，因為佢哋知道我就比較早啲有工作經驗嘅，咁所以就問我好多，即係我對呢個社會嘅有啲咩即係工作上嘅有啲咩嘅 tips 可以俾佢哋啊，或者係可能佢哋見工嘅時候應該點樣去面對嗰個老闆啊咁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周子陽 Hinson。Radio I Care 有心情網上電台，陪你走過心靈路上每一個難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Shiga 連詩雅。Radio I Care 有心情網上電台，陪你走過心靈路上每一個難關。